耶穌復活了。耶穌釘死喺十字架上，門徒就將耶穌嘅身體安放喺類似山洞嘅墳墓裏面，用大石頭封好。到咗7日嘅頭1日清早，即係釘十字架嘅第3日，有幾個婦女去睇耶穌嘅墳墓，發現封住門口塊石頭移開咗。有天使向佢哋顯現啊，同佢哋講：唔使驚，你哋係咪揾釘十字架耶穌啊？佢唔喺度啊！照佢之前講嘅，佢已經復活咗啦！你哋睇下安放主嘅地方。抹大拉嘅瑪利亞留喺墳墓門口，好傷心咁喊啊！復活嘅耶穌就向佢顯現，同佢講：你去我嘅弟兄度，話俾佢哋知，我要升上去見我嘅父，亦即係你嘅父，見我嘅神，亦係你哋嘅神啊！